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咧讲做任何决定之前，一定要考虑好清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字就是字，考虑的字，读落的字第7条，有人读做路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字，就用假模去想代志的意思，咱讲是故字。另外嘛有心思意念的意思，像咱讲挂字，就是心思挂念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项代志。烦恼咱讲是忧虑，若详细思考、斟酌想，咱讲是考虑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挂字，意思就是挂心烦恼，嘛会当讲是挂意、操心八百。另外第二个词读做顾虑，这个意思是讲你咧做决定之前，一定要考虑到的条件甲因素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做代志嘛唔通顾虑伤过济，嘛免有啥物款的挂虑，只要设定目标，继续拼，总是有机会成功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字，另外嘛有人读做路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